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Ben。一段時間冇拍啲關於港漫嘅片啦，之前都係拍一啲短片啊，輕鬆啲啦。龍虎門咧就停咗刊一段時間啦，就喺上個星期啦，再出翻，叫做龍虎門啫，簡簡單，唔會新注金注咁樣。另外啊，由司徒劍橋就主編啦，而家就出到第二期啦。最得意咧，佢有2個封面啦。另外好多人都中意，就係因為佢送啲卡，就每一期就送一張啦。就主要降龍18腿其中一式，每一期有3式，另外一張就係隱藏卡嚟嘅。呢個第一期啊，我就揀咗呢個橫版嘅封面。跟住我都刷咗張卡啦，睇下啦。中咗第2式啦，其實係雷射好靚嘅嚇。就話啦，佢個張特別版咧，其實係黃小虎一個大頭。第二期啦，第二期我抽咗係特別版啦。一張隱藏款就係黃小龍唔知究竟個銷量點樣啦？我就覺得出下卡係幾好嘅。自己都好耐冇買過港漫嘅新書啦，算係貪得意支持下啦。因為最近啦，屋企附近有間報紙檔，又係幾廿年啦。佢突然間就冇做嘅，醒起我就算想買港漫都難，可能專登出旺角啊，先買到。屋企附近或者公司喺觀塘都勉強有，不過真係個意欲係越嚟越難。睇又未睇嘅，因為而家資訊科技太發達啦，上網聽下啲港漫節目啊，都知道啲內容，都知道七七八八啦。睇有冇時間再睇啊，一個小分享啊。同埋見到鋪頭啊，其實好多人咧都真係抽卡啊，係咯。點解個風氣咁得意咧？因為張卡而買本書我就貪得意啦。好彩中咗張隱藏款下條片睇下再講啲咩啦。好啦，拜拜。